下面就是讲那个我们这个就第12吧，就是12个大愿，就是12个大愿呢，就是以光大尼阿尔法愿，就是以光大尼阿尔法愿。那么这个以光大尼阿尔法愿呢，书记周遍神通你普明偏入大乘你知行普修功德你为神普福大乘你边境庄严胜负你无助无疑智慧你定慧方便为神你普能积聚菩提力啊，就是这2个颂词，就主要讲这2个颂词，这2个颂词呢。就讲到了，就是以这个广大的这个力发愿呢。但这个有些法师呢，就是讲是这个是佛的这个势力啊，好像这个藏地、汉地，尤其是汉地有个别法师所讲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佛的势力来，就宣讲。但这个可能不是很这个适合啊，就很适合，因为这个是主要是讲那个第八地菩萨的这个境界，八地菩萨的境界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发愿的时候，就是佛的势力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先前啊，还没有这个先前。那这样的话，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基本上就是应该就是大家清楚，意思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就是中共这里有8种力啊，就是8种力里面每一个句颂都有一个力。所谓的力的意思呢，就被这个为缘呢，就是外缘呢，就是不被摧毁的，就是一种这个力量啊，就是他的这种这个善根也好，智慧也好，就是根本就是被他的为品呢，就是不可摧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力量。意思就是说，我们发愿的时候呢，让我们都能得到就是这种8种大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力量啊，就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第一个力量就是说，书记诸遍神通力，就是但愿我们这个就将来就是能这个获得什么呢？就是很快当中让这个周边所有这个世界的拥有所有世界的这样的这个神通力。没有神通的话呢，像大智度论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没有翅膀的鸟一样，就是度化众生很困难的。我们要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一定要以身足通为主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神通身变，就是圆满这个具足的。但这种这个神通的话呢，也是让这个周边，你不管到这个东南西北的哪一个世界去这个利益众生，或者是这个求法，就是先前这个各种功德的话呢，就是都以这个神通力，就是可以这个出现啊，就可以出现。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呢，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能遍越一切世界的这种这个神通力呢，就得到就是圆满，就是照着这个圆满就是获得，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普明偏入大乘力，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让这个入于就是一切这个普遍就是入于一切的这个普门的话呢，其实是一切这个法门呢，就是入于一个法当中的，就是也是这个意思。但在这里呢，就是说不同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实践当中有不同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些不同的众生呢，就是都能就是得到就是大乘。大乘是什么样呢？就是依靠这个特别快速的一种方便方法来圆满智慧质量和福德质量的一种这个法门。也就是说呢，就是依靠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和质量，就是质量的这种力量来，就快速的度化众生的一种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随机就是随根基啊，不同的这个众生面前呢，能这个实现就是大乘的这个威力。我们发愿的时候也是在想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大乘根基的众生，那这些大乘根基的众生，很多人呢就是还没有得到就是大乘的这种法门，但是希望就是祈愿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让这个便于就是所有的就是大乘的这些法力，让他们就是真正就是获得了大乘佛法，就是从中呢就是不多这个声闻缘觉，也不多呢就是世间的这个各种这个邪道当中就是屈辱就是真正的这个解脱之道就是以这样来这个发愿。那么第3个呢，就是普行，知行普修，功德力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词的这个翻译的方式呢，好像这里，比如说这个普行，什么知行普修的话呢，如果是普修知行功德力啊，
然后那个匍匐为生，大慈力啊，就这样的话可能更好一点。但是这个依法不同吧，就是依法不同，就是所以我们这样理解也是可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智心呢，是这个普贤心愿的这个智慧这个心愿啊，就是普贤之心。普贤之心呢，就是让这个修持，也就是说呢，是深深和广大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功德啊。这种力呢，就是尽快的时间当中会能圆满。意思也就是说呢，让我们我和这个众生呢，就是在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发愿、这个行为、功德，一切的这个力量呢，就是早日这个实现了，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圆满。我们有些人修普贤行愿品很费力的，就是不要这样，应该有一种这个能力，其实这个比如说度众生的身边的这个能力呢，也是早日实现的。然后大乘的这个佛法的威力呢，也在众生面前早日这个呈现。然后普贤行愿的这些就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力呢，也早日这个呈现。我们就这样这个发愿。然后第四个的话呢，为生匍匐大慈力。为生匍匐大慈力呢，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大慈悲的话呢，那么愿一切众生离开所有的这个痛苦，获得快乐的这种心啊，这个就是大慈悲心，大慈心。那么这样的这个大慈悲呢，就是大慈悲的这种为生的力量，大慈悲的这样的为生的力量呢，但愿让覆盖所有的，就像是云，天空呢，让遍盖所有的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让每一个众生呢，具有这种这个大乘力，或者呢，说我们的这种这个大慈悲的心呢，能便于这个所有的众生。而我们现在呢，自己的这个慈心呢，就只是对个别亲朋好友而已，没有真正的让这个覆盖啊，让没有这个覆盖，所有的这个众生。那让但愿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呢，这个覆盖于这个所有的众生。这种能力呢，应该照着这个圆满，是这样的。这是第四个力啊，第四个力。那么第五个呢，边境这个庄严，生福力，生福是这里是深深的这个福德力，也就是说呢，让这个普遍清净，庄严殊胜的这个福德力。什么样的福德力呢？通过这个布施啊，通过刺激啊，通过这个心慈三法的这样的这个福德的这个威力的话呢，让这个得以清净，让得以这个庄严啊，我们现在缺少了这样的这个福德啊，缺少了这样的这个福德。那么有些注释里面呢，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福德呢，在这个虚空界当中也是难以这个容纳的。所以呢，以菩提心的能力的话呢，早日这个清净啊，早日呢圆满这个成熟啊，也有这样的解释。然后第五个，第多少第六个吧，第六个是无助无益智慧力，无有任何这个注意，无有任何所以能依的，通达一切万法，三论体空的这种智慧力呢，早日这个圆满。也就是说呢，一切万法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实有的这种通彻万物的，通彻万法的这个智慧力呢，早日这个圆满。然后这是众智慧来讲的。然后下面呢，分别这个注意意愿的这种这个禅定，还有呢度化众生的驱色驱色一切这个三恶的这个智慧，智慧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度化众生的及其三巧的这个行为的方便。那么这三者的为生力呢，照着这个先前啊，通过上面的在这个七种力呢，最后呢能这个普能积极。菩提力真正的这个菩提这个力啊，这种菩提力呢，照着这个让这个呈现，也就是说呢，通过上面的这些这个力呢，让这个圆满菩提力也获得这个真正的这个解脱啊，所以这以上呢讲这个八种这个力啊，这八种力呢，其实是依靠这个一种这个大愿，发愿来可以成熟的。所以呢，这个这八种力的这两个寄送呢，宣说了大愿这个
大愿的这个波罗蜜多啊，就是大愿波罗蜜多。也就是说，以这种原理和以这种这个力量呢，就是激起这个稳固的愿意呢，人和位品呢，就是不可吹动。就是因此呢，就是这里也是讲到了，就是第八地不动地的这个功德啊，就是第八地不动地的这个功德。